繼續來看南投縣仁愛鄉第14線保霧公路發生着冰車的事故，一台載着15個菲律賓遊客中型巴士要到合歡山，可能是落雨路真滑，結果離轉彎的所在失控，衝出着護欄，冰雷3米深的邊坡，包括駕駛在內有16個人掉離車頂，加載乘客有智慧型的手錶。自動偵測到浪擊，而且來報案，所以所有的人攏順利互救出來。也毋過警方進一步追查所發現，這個41歲駕駛，毋若無大客車的駕照，都參小客車的駕照，嘛老早就互註銷了。一大陣消防警員下過護欄，衝雷邊坡救人，因為一台中型的巴士冰落架，車頂的駕駛甲乘客掉佇車頂。消防警員先將人救出來，固定在冷橋，再可以人力接力的方式將人送病院治療。意外就發生在第14線保霧公路，昨下晡5點半左右，車頂的乘客攏是來自菲律賓，加上41歲台灣姓張的駕駛，攏總16個人，本地是要前往合歡山旅遊。想袂到經過一個彎的時，規台巴士向衝出去護欄，再落超3公尺深的邊坡。車身冰翹線，現場真驚險，因為佫差1、2公尺，對跋落佫較深的山谷。初步研判是因為駕駛天雨路滑，他自己車速過快啦，那導致車輛有這個翻覆。繼當天早起，冰車的巴士佮留佇現場，相關單位也派出真濟人到現場勘查，要進一步調查事故的原因。加載當時，有一個乘客佇回形手錶監測到嚴重車禍，自動卡119報案，互警察甲消防第一時間掌握位置，及時救援。車頂所有人送病院了後，攏無性命危險。張姓駕駛無毒駕及酒精濃度反應，未持有營業大客車駕駛執照，將依法告發。西貢警方進一步調查，發現41歲駕駛毋若無大客車的駕照，就連小客車的駕照也早就已經互註銷。駕駛無駕照佫敢講載，車行業者敢有斟酌查核駕駛的資格，恐驚也會成做後續調查的另外一項重點。